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阿明姑刘孝明。今日几道学校如果促进咧推广我哋客家话嘅母语嘅教学，其实我哋今日嘅主角台南市嘅长草国小，伊嘛喺一件几促进咧推广我哋客家话母语教学嘅一啲小学。但是几神奇嘅讲，也要学校其实睇伊啲好多种地方用，但是也要教种。做乜嘅推廣，而家客家話教育咯，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咧鄭文慶鄭校長嚟現場。鄭校長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台南市長草區校長鄭文慶。我漢細到大攏係聽高雄民咯，但係經工作同結婚以後都係聽台南市。我想問下鄭校長，頭先頭就小解釋講你係美濃人係咪？係。你美濃後來如因為考上高師以後，後來如分發到去台南，意思都點解係咪？係，我人類分發聽高雄，喺高雄，係聽高雄啊，過冇幾下年，我都跳台南市，一直都見。係，但是你這個其實喺台南人哋講，台南嘅好多美食係嗰度，哦，其實啲行業嗰少，然後本來都冇乜嘢多行業，大部分都喺工廠啦，冇都加喺台南嘅。咁從喺台南以前有一下都睇長草國小話，還是講以前有拍啲國小？以前我見一下灣嘅攤，一下長草國教見下天設教學校，天設教學校，係，我哋台南市服務嘅學校，行嘅有長草國教以前有5間，5間係。係。咁你做校長嘅時候係對那國教開始做嘅？哦，我睇年代起嘅年代國教開始做嘅。嗰時現代國教都係啲校長，然後睇來要跳落我哋長草國教。你有冇同我哋啲觀眾朋友先了解下講？長草國教而即個本地同背景係樣啊？譬如講而附近係樣嘅人啊，有人口分布啦。好，我長草國教吼，聽台南市安南區，聽聖母媽祖廟嘅後背面，嗰一間學校吼。四周圍攏係天梯，我哋人口冇幾多，學生嘅總數吼，全校嘅小學生有75個人，幼稚園有31人，人口地位吼，我記得吼冇辦嘅客人，但係學校學生嘅吼，對我推行也係客家話，而呢攏先可以接受，嘛佢好我哋嘅名譽先生。嚟教人客家話。嗰時你同我講嘅地方講，其實一睇台南嘅安南區嗰片，6二門嗰片嚟啦，係咪？係錯。咁個唔講全部成年人70人嘅樣。係。嗰時而家台南市唔係發展嘅，佢發展咯，話我有啲安細嘅學校咯。係。嗰時等於講你哋附近嘅居民咧，大部分還是本嘅嚇，還是講養殖類啊？見下我哋學校嘅主意嚇，嚇天梯嗰個行。故說大部分時間會泡水，有時間都間水出牆來種蟲嘅，冇都種一道保育啦，一道加個藻嘅東西。那一般嘅時間，我哋一片嘅人因為講台南科技園區嗰個格價區，有到人會去四條路，有到阿公阿媽都專門來做一種做事，做農地地位做事，咁你即個睇下啲學校吼，其實嘛我跟你講，佢細嘛佢講啦吼，小而美嘅一個國小啦吼。咁其實而家我哋咧小學嘅教學地位其實係幾多年嘅啦。其實馬家都可以講，當初我想講，也睇一邊推廣嘅客家話教育，因為有附近咩客家種，亦都好多種啊。咁當初我想推廣客家話教育，因為我從高中開始都離開民咯。都台南種嘅同學吼，咩親神奇，攏講國語，一定係客人吼，唔會講好多話。當然伊嘛唔會看意外，都一直講國語嘛，對客家話真有興趣。我高中嘅都有參加台南市嘅野馬同鄉會，故所我都開始接觸我台南市嘅同鄉會。一次高中要都台南大學，我一次都留喺台南嘅哦。嗰個做先生嘅吼。一時間搞個時來接觸我哋一道同鄉會，但係聽95年，聽新南國教做總務主任以後，我哋人類博愛國教一個彭秋林彭主任都跟佢聯絡，伊講伊咩客人，專門對市政府
来攀一下客家的事务。故说，你当然伊讲，伊过某多年退休的，希望系可以接棒。故说系从民国95年开始，都开始，伊两个人都联合起来合作，来推广一下客家的教育。不是我看后来彭秋林、彭先生，只是他都寻到一个最好的接棒的人啦。至少让我讲啊，看落人其實對差唔多高中嘅時間，都對我哋講客家莊，其實如果有一啲佢沉嘅一啲情感嚇，你知道後來這條路以後嚇，有讀到一啲安好嘅一啲我哋講前輩嚇，一啲前輩來帶領我哋做客家教育，但是即個睇啲好多種地方推行客家教育，譬如講人數嘛冇按到。人數我望到，天意也方法嘛，唔可以用去睇好多年咧，一啲存在地方去推嘅東西。你除非講，而家我哋台南市得到我哋客家同鄉嘅認同以外，唔係有乜個方法去培養到好多人開始學客家話。因為彭主任教台本嚟講，我哋都教呢教育局地方有個客家嘅本土嘅輔導團，係都地方做輔導員。故說每年會寫計劃來跟教育部申請，一時間台南市來學客家學生嘅家長冇錢多，故說俺寫計劃地方都會用推廣嘅方式來推客家，故說俺都會開始派一個客家文化列車來跟俺客家地方嘅學堂嘅，各位可以看。可以受嘅客家文化嘅好識嘅，我哋會講，譬如講會帶禮茶，一般學生嘅來練一種方式來跟客家推廣。但係學生嘅學習嘅相同冇幾多，因為嗰樣睇線上用嘅呀。故所我都喺想，我用嘅來推行一道客家嘅語言。故所我要開始想，將喺客家先生請出來第二步。故所我要請客家先生請客家先生過上地位因為人類台南市同台南也冇合併，故所喺民國18年以前，95到18年也5年期間，台南市申請客家生化學校嘅學教數冇錢多，故所我哋一時間客家語言會因此嚟台南市偏減，做嘛？因為學教數唔啦，但係18年合併以後，開始都有人講嘅轉機啊！因為間台南人客起來以後，係請到千多嘅客家先生出來，尤其以分布喺永康、仁德、桂林一道加貴人口數加貴多嘅一片客家人沒有嘅地方，雖然冇幾多啦，因為台南市嘅客家人數有調查過差唔多4萬人左右，4萬人上下。故所有客家先生慢慢多出來以後，我會請人來參詳，講我用來，教你客家話來，第一來扎根，第二來推廣。故所慢慢來多一下嘅客家來同大家認同。我跟車第一，我中國，因為教育局。佢支持係一種嘅本土語言，尤其特別係人類體驗局長，曾局長，曾辦正曾局長，對本土語言特別嘅來嘢實業嘅本土語言，接棒嘅陳局長咪相同，都一下又係總統曾局長，喺曾局長真心為曾局長，一下不止去創一下推廣用嘅。而係來唱客語費用嘅，每週日我來推行本土語言嘅家庭，我來表揚一年一擺。故所感覺我哋中國對我哋母語嘅本土語言第一輕重視，有一種嘅機會。第二跟車我哋國嘅學校嘅教長，而冇去特別講，一定係因為台南市好多種。故所對河洛話嘅推行一定下幾多功夫，但係伊對客話冇多年出名嘅部分，伊嘛冇認為講會排斥會反對，因為伊認為講4年嘅都有舞台，有啲話要跟車
学委会片，每年会办客家客家语文竞赛部分，本细年有舞台，也加上咯，更好看细年的双语舞台当个表演。故说高中当然就讲，哎呦，家长按青校也买啊，细年的双语舞台表演，当然伊对合法的学习都唔会反对。故说也要提呢点，要感谢各个学校的校长，来亲自忙推客家话。第三点要感谢土个爱人的七教的客家先生，客家先生亲自忙台南省客家先生无签到，印象里边我记得我书房有个名单，差不多无到60啥，差不多50人啥，但係各中各小解就270人件。故所也50人是啊負責呀270人件學校嘅，申請合法嘅教學講出來，因為真辛苦，錢無錢到，但係因為等於講係一種嘅責任，故所因為一種嘅10萬對客家話推行同扎根來教學客家話剛剛第三點感謝我哋客家先生，第四點馬感謝佢。唔係我哋教育界，唔係我哋教育局嘅，係我哋台南市民族事務委員會裏邊有個客家課。我哋講高雄市冇用，講桃園市也到其他北邊嗰個縣轄市嘅6都裏邊，我哋6都裏邊唯一冇客家事務局，我哋很多民族事務委員會，我哋客家聽一個客家課。當然，理解客家課的科長，都一校的林思玲林科長，伊真是有講我教育局來結合。因為講咯，譬如講我客家文化會講，伊會利用客家文化會講來講教育局來接觸攀岩社、攀語言嘛客家語言潮，當然是教育局攀嘅一道比賽，學生嘅作品，聽客家文化會講來展覽俾大家看，也都很多。客家課同教育局來合作，故所我要感謝民族事務委員會，客家課地位由林思玲林科長嚟帶課樣嘅10萬，最面當然最感謝同我7家嘅學委會，安尼李主任對我教育學方面請推動，請不遺餘力啊，係啊。嗰就等於講，在推動伊個客家話教育唔單止可以自家設計吧，其實後輩為幾種人共同去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完成。係啊，係。喺啲無專職單位嘅人士地方，要推廣客家話，唔單止係呢件事情，其實要各種人共下去努力。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檔節目我哋嘅來賓，台南長壽國小嘅鄭校長，同人講，伊咧讓我哋台南去推廣一個客家話教育。我想問下鄭校長，我哋而家幾輪嘅國社會一種教學吼，這個國社雖然冇說冇安泰吼，那70人嘅聲音咧，然後，但是喺啲好多種，你讓我一團叫做校長講，無論講同人哋學校先生講，還是同人哋家長講，我哋更加一齊學校。去推廣客家話，你都想講中文要推廣河洛話，喺推廣人哋推廣客家話做嘛？因為就是人接斧頭人以後都在想，我哋這個客家話先生用喺度教學，結果我冇結果，伊哋弄自家編教材，後尾雖然有出版社來出教材，但係伊咩係在地化嘅文化，而係屬於一種嘅嗰個。大家都可以用的一種教材，故所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就用我來解決。過我哋家長，我用我來接觸我呀客家話也最重要。我民國99年嘅，我記得印象最深嘅，因為教育部開始來執行呀本土教育嘅有講，經費也有給很多，尤其從比賽方面計劃，
有得到一种诶，可以一年分到400万，吼，天年都200，再来都冇，都完全冇经费。台南市诶财政冇咁充裕，故所安尼要想办法来得400万诶奖金。当然400万诶补助款里边，一定要好多化、客家化、原住民诶部分，3个拢要顾到。你像顾到好多化，一定冇办法。故所客家话部分来都部分来都来想办法来鼓励，所以喺度干抢嘅学位费由客家生活学校，客家生活学校里边有提供计划嘅经费，计划经费里边台南市高中看到有，又可以帮学校布置好环境，又可以帮学生学习到不同嘅语言，又可以来学习到嘅客家先生来带一道歌唱表演啦，还有舞蹈啦，还有一道大椎鼓一道嘅表演，唔会差。故说一道家长慢慢认为讲，学习语言不只可以单纯学习语言，还可以学到50钱嘅，50花钱嘅一种表演嘅一种部分。故说，俺哋台南市高中，俺台南市家长亲微笑，当然多学一种语言当然好啊，又可以好多表演啊，推一种嘅情况底下慢慢推广。我要办名章嘅比赛，名章嘅各个学校来讲好多话、客家话、原住民嘅，听我讲推行嘅部分，双名来帮大家看。结果因为嘅计划，帮教育部看到，台南市也做。干双名又可以干受一道自种的农费，故所你认为台南市一种的比赛名章的比赛挺好，故所俺台南市一次下教育部地位，属于推行本土语言最优良的城市，来帮家长可以接受俺的客家话的，还有一种教育的学习。如果讲一开始都因为我们教育部有一个计划，讲希望我们的全台湾学校可以去支持我们的本土语言的教学嘛，不管是河洛话、客话，还有我们的原住民话，这台南话应该是西南亚话啦，西南亚族的语嘛，可是其实对我们新人来讲的话，嘛可以频繁的去认识我们本土的语言，不管是本地的河洛话，配对族群的客话。还有我哋的原住民的话，可是但是你用的方法係講，用我哋的聲音呢，可以用，比如講我哋唱客家歌舞啦，吹把戲啦，我哋呢說唱藝術啦，用我哋的方法，第一本聲音呢可以用個快樂嘅方法去接觸我哋語言，第二都講，我哋爸爸媽媽全部都個好看聲音嚟去表演啦，唔過而喺表演嘛啦，就個講唱歌嘅啦，反正怪怪都係上去表演，唔過而唱客家話啦，跳客家舞啦，唱原住民嘅舞，唔怕上去表演有訓練嘅都怪好。可是有部分是人哋講爸爸媽媽少都本數啫啦，錯，但是同多人唱唔講嘅呀，其實我哋喺傳統嘅做我哋嘅客家話教育嘅時間，幾多尤其係早期以前。全部係線上即刻變教材，但是即刻變教材會有啲問題，你講可能引導啲講，聲音嘅號碼嘅東西，可能會對語言嘅方法，語言嘅一部分去變也教材，但是有時按你教材其實都，按樣我講啊，都夠無聊，學久嘅聲音咧真係都冇興趣，都為咗學語言，而學語言嘅教材，但是我哋講人家學校地位其實因為用聲音咧，希望講一定去多接觸個客家話，嗰時用唔同嘅方法。去別人無強嘅教材，你譬如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紹介講，有乜嘅教材係用我哋嘅生活地位，或是練習我哋嘅客家話呀？好，因為我哋提到講咧，主持人有提到，因為我哋客家先生編教材冇辦法認識我哋台南市客家嘅客家嘅文化，故所我哋民族思維養為客家課，亦都想講嚟做對出版一種輔導嘅教材，故所103年開始，我每年會出一本，有關台南市嘅客家在地嘅文化，冇都結合一道美食，好食嘅東西嚟紹介人哋，所以第一本嘅錄像片嘅教材之外，都有間
富圈的样式的，好，也买啊，也故事啊，编一点地方，好，像也相片地方的，还拍马名家的故事，故事吼，有些神仙的故事啊，故事谁也谈起来，挺神奇，好。嗰是像有畫面地方啊，吼，講就討論講，係伊哋用圖畫來講故事嘛，吼，嗰個唔講台，然後拍馬名家，伊嘛有一啲拍馬嘅，最重要是伊把我哋客家嘅元素，譬如講奉茶啦，我哋咧獅子亭啊，我哋咧八公啊，全部擺喺啲地方，嗰是變成圖畫地方，伊啲畫圖地方除啲嚟講。頭當我哋咧高中講嘅故事，我哋闽南語有名嘅故事，佢有一些神奇嘅故事啊。聽伊咧講，睇下方面地方，嘛可以同時去了解到我哋客家文化。係錯，係啊，又可以教新人嘅吼，讓來做好事有好報。也係用嘅故事咯，你同我哋觀眾朋友了解係咪？好啊，係。也中國人吼，伊平常都對客家攏真好。而家做田做嘅咧，我講各位做菜一道。看嘅伊能好，伊能屋下附近嘅水，好水頭，人講嘅水缸，水缸嘅地方，水缸嘅附近都吹看嘅，伊都有講嘅水圈吼，奇怪嘅，各位煮菜一道水吼，按不頭過後20度放起來，都冇嘅，都離來嘅，伊都講連續幾日按不，好弄有一種情況，有你按不都。伊都變一條難事地方吼，看伊愛都帶係咩山豬啊買吼來試一個煮菜，結果伊發覺，哎喲，還個拍馬吼來試一個煮菜一道吼，農作物貴，試了又會淋水，過後伊都看到誒，伊都出來炒一拍馬，結果一拍馬都看到人誒都開始走一個地方，冇誒。冇誒，侬你講嘅咧，都有像有個石都蒙嘢，都有個睇石頭，如果都突然睇石頭嘅，都冇嘅啊！伊都想講也中國人也都想講，係咩石頭大廈有乜東西？當然冇石頭講哦，石頭講哦可以啊，結果都話好嘅，結果伊睇對黃金嘅地方。古時候也係中國人，除了有錢吼，伊個有工具吼，也係吼石頭講嗰個吼。古時候伊不但有殺良品，有吼奉茶幫大家吼來領，吼繼續來做好事吼。古時候提到除了有客家人士以外，有教新人嘅吼有好心，都有好報。可是也伊啲教出嚟地方，其實唔單止係了解你哋台南本身嘅本地嘅地方，其實你把台南附近咧，譬如講高雄市啦，嚇，佢哋會當初有客人咧喺啲地方嘅故事，全部去熟悉翻來，然後變成一啲我哋講故事書。所以故事書地方係用華語寫嘅，還是用客家話文寫咯？好，也係華語地方，我哋好也係詩地方，也詩家嘅寫作，好。但係有書片都會用華語，做書片都會用客家話來講。故說新人可以讀華語，一邊來對客家一道詩，嗰種人看中文詩、英文詩用，學習語來會教會講。變得幾好，實上嘅幾都好啦，係實上講，佢聽一本哦，你咪個名人做一本，係錯，也係都錄相片，錄相片咧係，聽一本都會也係你講嘅。萬年單嘅中午卡，你係用嘅書咯？好，也係書吼，也係書係屬於一種嘅繪本式嘅一種書，好故說用也萬年單嘅中午卡，好，一種從細年嘅繪本嘅方式，因為細年本人都會看繪本啊，好。一種方式，幫教佢低年級嘅細年嘅來學習。嗰低年級嘅細年嚟學習嘅。咁種唔知個睇學校提供係點講？冇錯，因為人家讓70兩個人啊，但是還是有分低年級啊、中年級啊、高年級。係。有冇教育嘅年級對你來講嘅話，也係客家話教育一樣嘅去推行？中年級、高年級嚇，我哋除了教你講打嘴鼓，嚇，會。好，唱歌嘅表演以外，嗰個
會加重，因為家個姑娘嘅會加重戲劇嘅開始嘅表演。嗰個呢，還會加教人嘅拼音，因為我哋教育部嘅課程地位，中央級開始有正式嘅課程來學習客家話。故說我中央級嘅客家先生會開始來教拼音，因為中央級嘅呢，除咗千多人來參加客家嘅認證嘅哦，係，故說然後我哋大年級、中年級、高年級同幼稚園教嘅方向有冇相同，人講嘅層次一來一個都錯啦。嗰種即係每啲人其實用嘅方法冇同樣嘅。係錯。嗰種更加學習客家話教育已經同以前冇同樣嘅，我哋更加會提無同樣嘅人嚟，會用無同樣嘅教材哦。調試下，對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賓鄭教授同人講，無腔人劇如果有無腔學習嘅方法。我想問一下鄭教授，好多人已經有同我講，4年嚟要幼傳通關嘛，嚇。咁好多人有同我哋紹介個，其實我哋到中年級、高年級嘅時節都開始學拼音嘛，學嘅個我哋講個正規嘅一種客家話學習嘅方法。咁從第一篇嘅時節啦，除咗我哋咧個正規嘅嗰種教育局嗰度頒布嘅一種教材以外啦，從係咪有別的教材可以去輔助我哋嘅教學嘛？有啊，比如說我哋第3年級，我哋就想要講我哋客家先民安心固定台南大兵，而每個地方我留下一個記錄，我哋都講先民嘅記錄來編一本原來係客家，你看伊愛野麥啊。立體書呢？立體書，4年都清好哦，一時間都流行一種立體書，也都係客家建築來幫俺台南市嘅建築物，也客家建築物都幫4年來欣賞。再批下阿爸們帶4年去現場，可以愛客家嘅建築物，剛剛也教材幫又可以批下教育部嘅戶外教育，剛剛4年清好。也真係你規劃嘅想法，你講，譬如講，等教客話時節，唔會用聲音嘅記唔嚟講，唔係喺台南。希望如果咁講，客話嗰種拼音嘅認識嘅事情同我哋台南冇關係，但是台南用嘅還是一啲好容易嗰度地方。嗰時當初喺我哋咧客語嘅先民來到我哋台南唔過希望嘅人員啦，至少睇下。可以看的研究，一定一天有乜嘅留嘅睇下東西，嗰時變成一本書點樣？第一方面，你提講其實我哋學，我哋咧學4年咧，所喺呢個台南咪有客人，聽見伊哋以前很用嘅活嘅啦，以前講樣嘅身份，都等於講對應同本土嘅歷史，從本土嘅一種想法開始，然後慢慢地去選講，開始做埋會睇台南市。嚟學客家話，其實我認為一件事情規劃最好咯，唔可以帶動一本書去旅行。錯。第3號，我哋講做立體書只係佢上本人，當初做乜想要做立體書呢？因為一時間個也欣賞，記下欣賞哈。我主編係太橋國中嘅郭慧華郭老師，因為也4年都很細，故說以為帶4年看書，180年嘅一時間。全流行一種立體書，我就想講，我應該可以跟客家一道建築物啦，可以變成像立體嘅方式。係啊，因為立體書嘅一種變嘅嗰種，我能夠一淺啦，比一般嘅嗰種書要加個東西。係啊，一種嘅出版商講，一種佢上本啊，而唔係唔講一體成型嘅，故說而變立體書嘅，佢容易失敗。故說嘛呀，跟其他的出版社可以跟俺台南市政府來合作。但是我相信講4年看到一本書，絕對一定會好。我見煩啦。如果看文字看下來，有些故事書啦，文字看下來，圖看下來，唔得做乜嘅。但是像嗰啲貼東西都可以明來搞嚟搞去。係啦，但係有個缺點，看俺時間點認得過高。俺圖書館裡邊沒有一本書，一本書一天4年會翻，翻久嘅咯。
也理解，都容易但是声音的会反一件事情都最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好多东西别人讲声音的唔会反冇用啊。但是你看这声音的会反，如果多多少少会突啲嗰东西去教嘅东西，也本身都真係有價值嘅。但是我哋講，其實台南最有名嘅台南嘅西文，我哋講小吃文化啦，嚇，嗰種上面式嘅嗰種文化，咁唱嘅部分嘅話，唔定要教材去小講台南嘅嗰種西食嘛。有啊，因為我邊係愛人來去客家，然後都我哋客家先面嚇來台南吃大餅，大餅以後生發啊，古上我哋如果邊一本看到四龜青箬米，四龜青箬米，都講結合我哋國企嘅美食啊，無都農作嚇一方面來紹介嚇我哋台南嘅特色嚇。咁從我哋推行出去以後，其實我講對新人來講，唔單止可以了解嚟台南市嘅飲食文化以外，其實對爸爸媽媽來講，伊咪可以講，今日客飯有講，錯，你還可以帶新人嘅前活嘅嚇，還可以附近嗰陣時嚇，啲老料係可以，係來食美食嚇，係啊。嗰度第二嗰個唔單把客家文化嘅教育，客家教育啦嚇。唔單止係一種我哋講語言面嘅問題，其實文化面、生活面嘛全部考慮清楚啊。你譬如講，對我哋生活地步要學客家，因為我哋做起嗰度嘅客家教育係真係都比到學客家，要學客家。對，但是就好似學嘅啱比較見嘅。係啊。但是你對生活面，你未必在生活我哋蠻菜啊。好，我哋嘛睇下係什麼地位啊？然後你食的時間，譬如說我哋是挖過嘅時候，我哋是冇你辦係問題。係啊，咁因為我哋講我哋台南有啲佢貼拍我哋其他人是冇嘅，啲設計喺度語言調嗬。高中係咪同我哋小姐一下講語言調係乜嘅一種想法？無論我以前用係炒作嘅呀。好，而家語言調部分哦，我其實語言調聽從嚟推行，嚇，我睇人哋佢教嘅啊，7年地步。對語言調嘅部分係推行過10萬哦，過大餅哦。我唔係講係客家高中，我對客家嚟特別重視，重視。其實其他語言，華語、英文、客家、河洛話、原住民，還有新嘅越南話，我弄1000-3萬嚟推行。故所我學生嘅對語言調部分也學習下，講各種語言都學到。客家部分咯，客家文化推廣來曬嘅一本書地背下，語言調都落線下。因為這文化推廣可以來辦客家營隊、客家學堂、客家歌、童謠，嗰個童謠表演，嗰個呢可以有一種我哋講嘅學生嘅好嘅作品。聽客家文化推廣來展出，本參觀一道文化推廣嘅人可以認識一道好嘅學生嘅作品。地位有客家，沒有河洛話，沒有原住民嘅，故所我哋語言都落線下，都希望來講，不止我哋客家可以扎根扎得很深，咩嚟有推廣嘅意思啊。嗰種語言調嘅一啲想法係咪講我哋有一啲最主要有啲理數，有理數地步可以幫學習冇客也要實踐嘅語言，譬如講頭講嘅客家話係我哋嘅客家嘅文化推廣，有文化推廣都係我哋嘅調，調地步，每啲語言都可以去發展至用冇咁樣嘅行通發通，用去發展自家嘅客家話，譬如講客家話嘅戲劇啦，客家話嘅出版戲啦，客家話其他嘅語文發通，全部睇下嘅推廣來表演，來本他嘅人分享，甚至講來睇下片來講來鋪我哋下一代嘅客家話嘅傳承，係咩意思？咁就從我哋語言調對人一啲教育人士來講嘅話，而係咩啲佢好實際啊？你明唔明？係哦，因為有講咯，啲也客家文化推廣，也交通千方便。某天我地步聽有發通，人都參加發通，我看展覽，都會看展覽。故所也係實嘅也到實地方，群眾也體驗。體驗也推廣地步，有總共有
三层樓，三層樓每個層樓吼，伊攏有安排不同的空間來做一種活動的，有展覽館，佮還有個最重要的客家的文物館。故說講也客家的場所，親有設計一種方式，當初起家都有啲上，我用來幫人哋台南市唔係客家種嘅地方，用來插帶來認識人哋客家嘅部分。不是等於講也提供了一個場所，一個場所，一方面來展示到喺台南嘅客家先民嘅以前嘅文化啦，以前嘅喺個地方啦，以前喺小嘅地方。聽你講，你來一片嘅時間，你嘛可以借用下場地去做自家表演，做自家營隊，當營隊啦，冇都參加，冇咁樣嘅活動。但是問題係，其實我哋提講對人來講，也全部假樣嘅工作啊。從冇因為人都對學生、對高中來講，你係做行政，但是對新生來講嘅話，伊都教學啊。但是問題係，你其實假喺度，譬如我參加表演，我參加比賽，係全部假樣嘅工作啊。伊哋很用嘅心態去做喺度假樣嘅工作。其實伊能看到高中自家同意來，我呢看到學生嘅一種認真嘅學習，嗰個成績又出來。最主要講，因為除了客家，我當然人哋國家還有嗰度特色。從一學期開始，我造成嘅家長都唔會講，來人哋國家係咪可以學客話？故所一愛看事情，都代表講，我推客話，幫扶勸人哋佢嘅家長都有認同嘅。故所我人哋國家學生嘅表現真好，主任先生嘅塞滿大片，學生人數，你學人數。一年比一年多，人講嘅少子化，睇人哋國家是看唔到嘅啦。就是變成講，要教客話一件事情，變成你數學生嘅時間，伊哋最重要嘅看板啊。錯。睇啲好容易嗰度台南地區好彩有一道個熱心嘅先生，還有個熱心嘅教長，我哋可能可以講，睇一塊地方可以慢慢地推行我哋客家話教育。今日佢咁請啊，等高中就喺度聽到同人講安多客家話教育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等先生嚟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嚟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群，我今日教大家係芭蕾瑜伽。前幾擺嘅運動，我哋芭蕾瑜伽練習，觀眾朋友有冇感覺啊？係咩感覺？身材還有嘅體態變得更好嘅呢？個個唔係疲憊，個個有自信咯。係，今家開始請紅起來，同先生同下來做芭蕾瑜伽嘅哦。我哋芭蕾瑜伽基本動作還記得嗎？記得嗬，兩隻腳打開了，也係腳位、椅位。好，芭蕾鼓輕重要哦，也係最基本的動作。加上我們的呼吸，加上我們的表情同眼神，好，聽呢位耶，轉移重心，咁長嘅骨盆有長冇？聽空來，肚臍數空來，10 分夾緊，控制你的骨盆肌肉，慢慢地數下來，平家，我哋嚟
做一个拉筋的动作，你的脚伸上去，好，伸出来哦，红的手吸气，跳起，可以把你的等的风，好，慢慢的你的跳拿下去，你下面的脚来做鼓下去，伸出来。鼓，打侧，可能先上通下走，慢慢的走，走唔到唔怕，càng luôn可以彎腳彎趴。人家来侧身，正过来，吸气，好，跳起，可以嘅，尽量往下去，唔可以多一片都好嘅。同样来做鼓，伸出，鼓下去，伸出。慢慢的数鼓来，好，更加看好我腳哦，慢慢的轉嚟到後背去，上面、下面，做一個平衡，像蝴蝶樣誒展翅飛翔，兩位都聽來風。腳挺上去，再下來，踢上去，可以放下面嘅腳馬伸出來哦。慢慢地鼓下來，原背放起來，冇踢腳，嗱唔可以緩緩咯。鼓嚟中間，好，更加按下來彎片，同一燈呢，慢慢地把呢另外一片，更差又穩冇。準備好嘅嗬，來做鼓哦。分數，加上我嘅表情，吞嚥住。記得咯，放起來嘅時節。師傅要夾緊哦，手柄下去，再伸出，腳慢慢地挺上來，都是數好來，伸出，腳趾頭伸出。慢慢地下來，天呢位嘅，
树冰下去，牙膏，慢慢的脚掌挺空来，赶紧放松来哦，都是舒放来，这副舒放来，慢慢的下来。加腳乘上去，起去，跳去下去，鼓伸出，鼓下來，伸出，慢慢地做。天輪線上通下做，鼓下去，再伸出，記得嘅腳腳趾條要伸出來哦。慢慢地放起來，轉過來，經常嘅骨盆有出毛。有張毛，側彎腰，好，另外一隻手可以板輪，鼓下去，伸出，你嘅手盡量啲，你嘅鞋上放下去哦，放上去，慢慢地鼓來，慢慢地轉，可以嘅，能盡量做一個平衡，兩隻手。用個天來下，好腳踢上去，一，用下來，二，三，四，慢慢地下來，一樣原背放來，天天呢，那麼緩緩哦。好，歸到中間，好來做一個壓背動作，低後背，做壓背。彎腰，再擺壓背，手盡量伸出來哦。慢慢地鼓來，起去，跳去，今日動作好玩嗎？好玩呀哈！動作有一些難度，而自家衡量自家能力哦。明日要重新上來，同下做運動，身材會變好，心情嘛會變好哦。好好運動，俺能下次再來了。